请啊继续来看这个阿强啊，包围台湾的军事演习才拄啊结束。解放军马上来放映到上新的影片，是解放军坐军舰看花莲甲台东，搁来点名，讲已经看过台湾的中央山脉甲花莲的七星潭。啊，调查局讲，迄是摕旧影片来剪接的假消息。坐着那军舰看花东。中共大外宣的 MV 直接点名，解放军已经坐军舰看到台湾的中央山脉和花莲七星潭，飘地大之声，热情伫咧紧张啊。不过经过调查局证实，全部拢是假消息，甚至佫摕旧的旅游影片来假大。我们花非常多的时间在处理所谓认知作战的问题。那对于各种假讯息的散播，我们都进行各种的溯源查找。那也对于各种的认知作战的操作，通报到其他的政府机关来做必要的澄清跟应处。环台军演暂时收煞，不过认知作战嘛是直透探。管局分析，阿强啊，甲台湾施压，除了军事上的联合来剑军演，阁有放送亲像坐军舰看花东的假消息。金部和外交嘛伫咧国际继续互台湾压力，大咧宣传国际一中的论述。常态性的台海的军事活动，我们不能够排除任何的可能性。中共对台湾的文化统战的手法非常的多，那其中的一种做法就是邀请台湾比较知名的人士，不管是演艺人员、文化界的人士，或是政治圈的一些从政的人士，来表达一些对于两岸触统的一些看法。阿强啊，出头是真济，恐惊敢互两岸人民的感情是愈来愈袂合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